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兄弟姊妹，我要甲恁提醒，我传予恁的福音，恁有接受，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。恁若毋是空信，现在还有得坚守我所传的信息，就会靠这个福音得着救。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。就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基督为着咱的罪死、埋葬，搁照圣经所记载，伊第三日搁活，伊有对彼得显现，搁对12使徒显现。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兄弟姊妹显现，遐个人有的已经死，毋过大部分的人还活着。后来伊有对雅各显现。搁对所有的使徒显现，最后伊嘛对我这个哪阵无到月就出世的人显现。我是使徒中上微细的，未堪得称作使徒，因为我捌迫害上帝的教会。毋过有上帝的恩典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，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。其实毋是我家己。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，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因，这是阮所得传，恁已经有得信的。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，已经有对死人中搁活，恁中间哪有人讲无死人搁活？若无死人搁活，安尼基督就无搁活；若基督无搁活，安尼我所宣扬的是空。恁的信嘛是空，安尼阮就是得为上帝做假见证，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搁活，死人若无搁活，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；若死人无搁活，基督就无搁活。基督若无搁活，恁的信就无路用，恁就还伫罪恶中。安尼，遐已经死去的基督徒嘛拢灭亡啦。咱信基督的人，若简单伫现世有望，咱是所有人的中间上通可能的。毋过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通做已经死去的人搁活的保证。因为死通过一个人来，死人会搁活，嘛是通过一个人来。对亚当众人拢着死，安尼嘛对基督众人拢会搁活。不过，逐个人拢着照家己的顺序搁活。头一个是基督，刷落去是基督来临的时属伊的人，过来才是末期。迄时伊会消灭一切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甲管理者，然后将统治权交予爸上帝。因为基督一定着统治，直到上帝互一切的对敌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最后受毁灭的对敌是死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真明显，这所讲的万有，并无包含互万有屈服伫基督骹下的上帝。到万有拢屈服基督的时，囝本身嘛会屈服伫互万有拢屈服的上帝，通互上帝完全管辖一切。若毋是安尼，人替死人受洗有甚物意思？若无死人搁活的事，是安怎要替死人受洗？阮是安怎着时时刻刻冒险？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基督耶稣对恁遮个我所夸口的人好胆讲，我逐日面对死，我伫以弗所甲野兽斗争，若纯粹是出于人的动机，对我有甚物利益？若死人无搁活，亲像人得讲，咱明仔载就要死啊！来食来啉，毋通互人骗去。交着歹朋友会破坏品德，着觉醒，想互清楚，毋通搁犯罪。因为有一寡人还毋捌上帝。我讲这个是要互恁知通见笑。检采有人要问，死人安怎搁活？因会用甚物款的体来？戆人，恁也落地的种子，若无死去，减会活起来。
恁所抓的，无论是马仔，还是别款五谷，不过单单是种子，毋是后来长大的形体。上帝照伊的旨意，互种子有形体。逐款种子有家己的形体，逐款动物的肉体嘛拢无共款。人的肉体一款，兽类一款，鸟类一款，鱼类各一款。有天顶的体，有地上的体。天体的光甲地上的体的光无共款。日头有日头的光，月有月的光，星有星的光，甚至逐粒星的光都拢无共款。世人的国话嘛是安尼，大落去的会响烂，国话的袂响烂；大落去的是卑贱的，国话的是荣耀的；大落去的是软弱的，国话的是勇壮的；大落去的是血肉的体，国话的是属灵的体。既然有血肉的体，就有属灵的体，所以圣经有记载。头一个人阿当受造做有活命的人，毋过罗马的阿当是属活命的神，大生有的毋是属灵的，是血肉的，后来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对地出，是土做的；第二个人是对天来的。所有用土做的人，拢甲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同款；所有属天的人，嘛甲迄个罗马来属天的人同款，拄亲像咱有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的形象，嘛会有迄个罗马来属天的人的形象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血肉的体袂当承受上帝的国，会响烂的嘛袂当承受袂响烂的。我要甲恁讲一项奥秘，咱袂拢死，不过伫一瞬间、一目里久。最后的喇叭一个弹，咱拢会改变。喇叭弹，死人会搁活，变做袂响烂的，咱嘛拢会改变。因为这个会响烂的，一定着变做袂响烂的；会死的变做袂死的。当会响烂的变做袂响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迄时，圣经所记载的话就会应验。死互胜利吞落去啦！死啊，你的胜利伫倒位？死啊，你的毒气伫倒位？死的毒气是罪，罪的威力是对律法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徛在，毋通摇动，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。因为恁知为主着磨做工，一定袂落空。